美国拜登政府时期是用总统拨款权要送咱台湾4架 MQ-9A 无人机，不过煞是风声讲，在 Trump 就任了后，无要用送的啊，要改用卖。即阵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，军援的计划确实有变动，不过毋是亲像外口传的安尼。 MQ-9无人机伫天顶侦察，若是有载武器，一个人进行打击任务。国军进前甲美国买4台 MQ-9B， 第一批2台安顺马尼第3轨高机。另外，伫美国拜登政府时期，用总统拨款权要军援台湾4台 MQ-9A， 然后团讲川普怎么要甲送变做卖？原来要无偿军人这4架的这个部分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也有涉及到一些相关的。 一些问题跟细节，本来要原证叫我们要买这件事情，这个讲法完全不实。美国要送4台 MQ-9， 怎么计划有变？专家讲4台加4台怎么减一半，对原本的建立规划恐怕有影响。就要看咱家己制造的敢会当补起来。我们其他中型机是不是能够替代这种所谓的大型机的任务？我想这个都可以在我们讲互补性上面去做一个调整。 无人机伫现代战争真重要，毋但是经济部6年要投资442亿，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。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讲，要建构无人机国际联盟，包含设立无人机国际学校加国际飞手联盟。伊讲南方已经变有算，也讲若是台湾伫咧菲律宾发展无人机产业，应该当互补。菲律宾的电子工业其实是蛮进步的。 而且他们的软体开发能力有非常充沛的人才，其实这样来进行多边的合作，会是一个 win-win 的 situation。跟菲律宾交流唔那是无人机，外国媒体报道，咱海巡官员顶礼拜访问菲律宾，甲菲律宾的海巡就情报共享、教育训练等合作交换意见。林尚焕认为。 台湾甲菲律宾乃是当进一步深化合作，乃当帮助稳定南海局势，对于缓和台海情势也有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